心来参加今天早上的崇拜，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旧历年过后，我们能够有这样美好的时刻。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季节、新的开始。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能够来到你的殿中，能够来敬拜你、赞美你、歌颂你。愿你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献上。无论我们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愿你都接纳。愿你也施恩来看顾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的儿女们都蒙恩，让我们强壮健康，能够在你所预备赐给我们的美好的土地上得地为业。也为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来祷告，无论他们在线上，或者是他们在其他地方，都愿你施恩他们，让他们在同一个时间，虽然不同地点，让我们也一起能够来敬拜上帝。愿你施恩来看顾所有的设备器械，都为主你所使用，人员的安排运作也由主你的带领。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们一同来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在这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以崇敬的心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教导。求你此时临在，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耳朵，还有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并能遵旨而行。奉我主耶稣宝贵之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以心灵粮诗选第67首，你真伟大，敬拜我们的主。心灵粮诗选第67首，你真伟大。会众请起立。我们唱全首，总共3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拿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
我们以起应的方式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121篇旧约654页。请弟兄姐妹看投影片，私会与会众的起应和的分配。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以马达伦，保护以色列的以马达伦别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引领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愿上帝的话语常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同心来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请低头。我们为东南亚国家辽国祷告，愿基督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三教区三峡卫理堂吕立威传道祷告，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同工合一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为季节变化交替，台湾有足够的雨水，土地得到滋润及万物的生长的祷告，为各级学校及公司行号以开学及开工，进入开学及开工季有很好的时间安排以及控管的祷告。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同声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由刘小平姐妹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今天的第一处经课记载在创世纪12章1到4节的前段，在教会圣经旧约第10页。翻到由我来为大家攻读。创世纪12章第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部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第二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4章1到5节、13到17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第167页。翻到一样，由我来为大家攻读罗马书4章第1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世，信就归为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怒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
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令你做多国的父。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约翰福音3章1到17节。约翰福音3章第1到17节，新约圣经第102页。约翰福音3章1到17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以下由教会诗班献诗，靠近真神怀中，亲近更亲近。
以下由本堂的陈伟文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重生，进入上帝爱的国度里。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一部影片啊，这个是总会给我们的一个影片，特别是要为着社会关怀的事工来做一些的报告。那请大家先来看这一段的影片，我们来看一下总会的一个社会关怀事工。你们好，我是主迪，很开心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这半年来对我们家来说非常的不容易。在半年前，我的爸爸很不幸的在国外过世了。失去爸爸对我们家来说就像失去我们家庭的支柱一样。我们家即便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我们还是看到上帝的恩典，让人看到上帝不断的开恩，不断的为我们开道路。即便在爸爸过世后，我需要只身一人去到国外来处理爸爸的后事，不管是单独在国外的我，或者是留在台湾的妈妈还有妹妹们，我们让人都看到，即便在这样的困难当中，上帝让人用我们身边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们，甚至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断的帮助我们，给我们支持，给我们关怀，好让我们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我们仍然能够被上帝的爱联系在一起，这个家仍然没有散。即便在经济上有许多的不容易，但上帝仍然使用我们的家人以及教会各方的资源来帮助我们。我们实在在这段时间以来，看到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丰盛、有怜悯、有恩惠、有慈爱的主。我也非常感谢主，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些帮助是从哪里来，都是上帝自己量过来的，也给我们了很大的鼓励，也让我们知道上帝一直的在看顾我们，他从不撇下我们。我们也知道过去他怎样看顾我们，怎么样施恩给我们，未来我们仍然要在他的爱中不断的被他浇灌，不断的经历他的恩典。谢谢你们。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卫理公会社关主席杨世当牧师。首先在这里先感谢各个卫理公会的牧者、同工以及弟兄姐妹们，你们对花莲赈灾款项的奉献，总计我们收到了867080元，而这笔款项已经奉献到基督教福利会。刚刚我们看完了林口卫堂主题弟兄所分享的感人故事，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的扶持。而新的一年，总会的社关委员会要推动一个募款的活动，这个募款活动名称叫做少一道菜多一份爱，少一道菜多一份爱。在主内我们是一家人，当我们有机会享受宴席的时候，可能在我们当中的肢体，他们在面对一些重大的急难的困难，或者是突然出现的一些挑战，而目前总会的社关委员会的爱心账户的经费已经全数用完。为了延续这一份爱，让这一份爱不间断，所以我们发起了少一道菜多一份爱的募款行动，邀请大家在餐桌上或者是在年菜上省下一道菜，而将这份心意奉献到总会的社关账户，而这笔款项将要成为及时雨，当各个堂会、地方的堂会全力扶持遭遇困难的会友的时候，或是向台湾发生像花莲风灾这些重大伤情的时候，总会也能够及时的给予关怀，让这笔款项能够给予实际的帮助。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堂会，你们的每一笔奉献都是在为卫理家人以及台湾这块土地编织一张安全网，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实践，那做在最小的就是做在主身上的美好的教导。
少一道菜，多一份爱。那其实也呼应我们在现在这个时间叫做大斋期的时候。那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教会的大斋期是不是跟这个外面的这个所谓的民间信仰或者是一些佛教团体他们所谓的斋期是一样的？那或者是跟这个穆斯林他们所那个叫做斋戒月是不是一样的？那跟大家做一点说明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所谓的叫做仁爱捐款。那这个仁爱捐款是教会用在对社会关怀做的一些的捐款。那这些捐款的获得是怎么过来的？就是我们在大斋期的期间各教会都会有尽量都会推动有所谓的禁食祷告的时间。当你禁食祷告的时候，你把这一餐的钱省下来之后，然后就成为这个叫做仁爱捐款。那在大斋期结束之后，就成为一笔奉献，能够到教会里面来作为一个仁爱的捐款，然后对于慈善工作、慈善事工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益助跟帮助。好，所以这个是教会里面在大斋期里面，除了我们有一个宗教性的叫做禁食祷告以外，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能够运用这些的经费，能够在这个一些的叫做比较社会关怀的事工上面能够来付出。好，所以也请弟兄姐妹当然我们量力而为了不是说叫大家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强迫的一个捐款，并不是，而是如果我们可以像这个我们的社官主席我们的总会的社官主席所提醒的少一道菜，多一份爱，让我们也许餐桌上可能没有那么丰盛，但是我们可以把节省下来的可以给予在需要的地方那特别我相信过完年之后大家已经大鱼大肉吃完之后，可能有需要稍微做一些节制的时候所以上个礼拜去这个医院做这个复诊这个复查的时候，这个医生就告诉我，他说你应该好像有胖了一点了所以这个表示应该要节制了所以我们的节制也需要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能够有节制，然后节制下来的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好的使用，能够来对我们的社会关怀，对我们的一些的社会能够有关心求上帝帮助我们，那让我们可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爱心的行动。那当然不是叫大家一定你都要禁食了我们是量力而为，所以也顺便跟大家做一点说明，就是在大斋期的当中，我们在每个礼拜的礼拜三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半，我们会有一个禁食祷告的时间。那假设如果弟兄姐妹想要体验就是叫做禁食祷告的一个时间的话，那欢迎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但是我们不强迫的，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因为有很多人，包括有很多人会喜欢去参加比如说世界展望会办的这个叫饥饿30，各位知道其实你去参加饥饿30也是要缴费的。那缴的费用是什么？是你去在这个30个小时里面，你节省下来的这些的餐费，刚好成为你的报名费，然后就成为挹注在这个社会关怀的里面所以世界展望会也是我们的基督教的一个机构所以当然我们也期待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有为了参加一个活动，而是让我们把它成为一个习惯。过去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个禁食还有祷告还有奉献施舍这3样就是敬虔人应当去行的。求上帝给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志，让我们能够参与在这些的这个侍奉的当中那当然因为我们的这个元宵节还没过了礼拜2才是元宵节。通常我们华人都是过完元宵之后，我们才是叫做整个年过完了。那当然我们现在大家也都正常开始在工作，虽然元宵节还没过，但是大家也正常在工作了。那愿上帝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在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特别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季节，求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备，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季节里，也进到新的祝福跟恩典的当中。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将他的话存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祝福在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
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常常都在讲包括在疫情当中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在一些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会讲叫做天选之人或者是神选之人，好像这些人是很特别的，好像这些人是很不一样的，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那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的民间信仰的朋友，他们也可能会常常会讲，我们是天公的囝，我们是天公的孩子。好，那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在享受跟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就是上帝的孩子，所以我们的每一天都是上帝的恩典，每一天都是祝福的。求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蒙上帝拣选的。今天上帝拣选我们，我们才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上帝。当很多人正在为他的生活愁苦，为他的生命在烦忧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上帝，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让我们可以能够有这样的时间，能够看到每一个时刻都是上帝恩典的时刻。也许不一定每个时刻都是好时候了也许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难处或是问题的时候，但是上帝的同在让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所以耶稣在这个主祷文里面提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所以上帝的国怎么样降临？上帝的同在就是上帝国的一个降临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要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讲，但是我们比较忽略的一个词，这个词叫做重生好，那我们要先来看有一个人，这个人在今天经文里面，这个人叫做尼哥底母。好，那因为中文的翻译可能会让人家觉得她是不是一个女性所以后来我们这个看各位如果看这个比较现代的翻译的话，他叫尼哥德慕所以是一样的，这个人是个男生好，那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犹太人，然后他又是一个犹太人的官，而且他又是一个法利赛人。好，那所以这么多重的身份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尊贵的身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他要来找耶稣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第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2节，我们一起念来。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好，所以各位，拉比这个词是指老师的意思了所以这个人他本来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这个人他是一个当官的，这个人他又是法利赛人。各位不要轻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其实在当时，如果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他们当时是博士生或是博士学位的人。那他们应该是当老师的，他们应该是一个教导者，他们是很多人的老师。可是他居然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跟耶稣说，老师。所以意思是什么？他要来跟耶稣做请教。但是各位，很多人会解经的家都认为说，为什么他要来晚上来看耶稣？因为有很多人会说他就是因为他不好意思，他是一个官，所以他晚上要来见耶稣。其实如果从我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很尊重耶稣的人。为什么？各位不要忘记，耶稣白天也在布道，耶稣白天也在讲道，耶稣白天也在服侍，所以什么时候才会有空？当然就是晚上的时候。所以这个老师他其实是一个很尊重耶稣的人，他是很尊重人的人，他是晚上才来跟耶稣见面的，他不是在白天的时候去打扰耶稣的，因为他知道耶稣身边有很多人在跟随他，他晚上来。所以不是只有我们想象中的他可能是因为地位尊贵，他是一个尊贵的老师，所以他不要让人家看见。各位，即使再尊贵的老师，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尊重别人的人。这个老师，这个尼哥底母，他来尊重耶稣，他跟耶稣约时间，晚上我来请教你。然后他请教什么？他说，如果不是上帝的同在，没有人能够行这个神迹。他说，你是老师你是老师，我想要问你，你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可以行？但是我们要来看耶稣怎么回答。我们来看第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3节，一起念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好，看起来好像这2个人的问答好像有点鸡同鸭讲啊。这个人在问说：“你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的话，看不出来可以行这样的神迹，好像不能行这样的神迹，除非有上帝的同在。”但是耶稣为什么会回答他说：“如果人不重生，不能够见上帝的国？”到底这个尼哥底母他要问的是什么？耶稣为什么会好像回答的跟他要的东西不一样？他还没有真的问，他只是说：“老师，如果你所行的神迹没有上帝同在，是不能行的。”各位，耶稣常常一语道破你的问题，耶稣常常一语道破你的需要是什么。耶稣来问尼哥底母，他反过来跟尼哥底母说：“如果不重生，你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所以意思是什么？这个尼哥底母他其实想要问的就是：我怎么样看见？我怎么看见上帝啊？我怎么看见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提到尼哥底母的身份跟角色，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圣经老师，他又是犹太人的官，信仰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从他小时候就开始训练的，从他这个念书的时候，从他吸收他的这些的书籍知识的时候，他就已经被造就了。所以耶稣在后面也称呼他说：“你是犹太人的老师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呢？”真的，他就是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小时候上过儿童主日学，也许你长大之后你参与成人主日学的侍奉，也许你有念神学院一些的课程，也许你有很多的吸收跟收获，但是你有确据跟确定你已经重生得救了吗？牧师要问这个问题，不是说好像要刁难大家，但是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你确定你重生了没有？这个问题对我们卫理公会的会友来说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常常问自己：我有没有那个确据跟把握？各位知道我们的会主约翰卫斯理，他也是这样。各位知道卫斯理25岁的时候他就当牧师了，25岁他就被安立为牧师。但是呢，他中间经历过包括牧会，包括去做宣教士，到美洲去。要记得那时候没有美国，那个时候是美洲。他到美洲去做宣教工作，然后他传福音给很多人，他传福音给印第安人。他在日记上面写什么？他说：“我传福音给印第安人，让他们知道得救的道理。但是谁来救我啊？谁来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谁来救你？很多时候我们好会讲，很多时候我们很会去跟人家说，很会去传福音，但是谁来救你？你有没有那个把握跟确据？”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英文圣经里面翻译是 truly truly， 我很真实的。原文圣经叫做 Amen Amen， Amen 的意思就是很实在的，我很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如果你不重生，你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哇，一个多严格的要求！如果没有能够重生的话，是进不到神的国里面的。你即使读了再多书，你即使再有学问，也不能够进到神的国。很多人会以为说，我当一个好人；很多人会以为说，我这个每个礼拜我都来做礼拜；很多人会以为说，我都做好事啊，我心里面善念啊，我是一个这个在行为上一个被人家很尊重，我都做好事的。那我应该可以得救了，我应该可以从这个叫做这个进天国了啊！我的这个资格跟标准，好，其实是搞错的。各位，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义，把自己所认为的我们可以得救的确据变成是我做些什么的话，那我们是搞错对象了。真正的重生得救，不是因为你是谁，不是因为你做了些什么，而是上帝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是好人，我应该可以进天国，将来这个时间到了，我应该可以上天堂得永生。事实上，没有人能够
这样来取得上帝的恩典。恩典不是我们去取得的，不是我们去交换来的，是上帝主动给予的。好，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怎么样才能够重生？这也是在回答，虽然是回答这个尼哥底母，同时也在回答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确定有把握，我是能够信耶稣得永生的。好，所以我们来看第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5节，一起念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又提到了一个阿们，阿们，有没有？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好，刚刚我们提到卫斯理在日记上面写说：“我传福音给印第安人，给他们传得救的讯息，但是谁来救我啊？”各位知道，到后来卫斯理在美洲的宣教工作有点没有进入状况，所以他就撤退回到他的国家，回到英国。在路程上，当然他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也有很多人帮助他、协助他，特别是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人给他有一些帮助。但是他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其实是很不情愿的，因为他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交战。这个没有得救的确据是他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不确定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我到底有没有生命改变。直到后来他很不情愿的去参加一个叫做亚德门街的一个聚会的时候，在晚上的8点45分，你看连时间都有啊，晚上8点45分的时候，他听到这个有人在讲这个罗马书的注释序言，还不是直接圣经里面，还是罗马书的序言里面的马丁路德的序言里面的内容的时候，他说他突然间的明白了，突然间的明白，他不是一个叫做学习来的，他说好像顿悟了一样，他说他突然间被打开了，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他说心中有一个异样的温暖，心中有一个异样的温暖在他的里面。他说我确定了，我的得救不是靠我的行为，不是靠我做些什么，是因着耶稣基督，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对我们卫理公会的会友来说，应该是最能够体会跟体贴的，因为我们确实能够知道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不是靠我会做些什么，不是靠我是一个好人，不是靠我是一个做好事的人，不是，而是我们单单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经文里面，耶稣说什么？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尼哥底母他以为说是因为要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人岂能够回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吗？耶稣说不是的，他说你要从水跟圣灵而生。当然这里水跟圣灵有很多的解释，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水可能是也同时代表圣灵，或是这个水可能是代表洗礼。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用另外一个眼光来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跟圣灵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当然圣灵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了解说，我们如果不在圣灵的里面，如果我们不接受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从灵里面生出来。那这个水的意思是什么？虽然有人解释说它是一个洗礼，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更精确的来说，它应该是一个悔改。各位知道我们当中当母亲的人，请问当你要生小孩子的时候，生小朋友的时候，痛不痛苦？有人说这个苦就像什么？如果有那个分数可以打的话，生孩子的痛应该就是满分了，100分。好，请问弟兄姐妹，你要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悔改，你要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错，痛不痛？痛吧，痛不痛？如果你悔改不痛，那恐怕你的悔改很虚。如果你的悔改不痛，请记得刚刚讲的，如果你的悔改不痛，你的悔改很虚。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感觉，
你没有感觉你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也许你不一定要在众人面前这么样的坦诚，但是你有没有在晚上的时候，在上帝面前坦然的承认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恩典。我们可能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有一些得罪人的地方，千万不要以为牧师就很完全，其实真的牧师也不完全。我们常常如果没有警觉、没有提醒的时候，我们也会忘了自己是谁。这个中国大陆的一句话叫做放飞自我了，我们会忘记自己是谁。有时候我们在好日子过得太多的时候，就会忘了自己是谁。各位知道有人叫做大头症，知道吗？大头症就是你已经忘记自己是谁，然后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我好像这个地位很高，权力很大，我拥有所有的权利。其实我们忘记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水跟圣灵代表什么？一个真实的认罪跟悔改。悔改完之后，圣灵做什么工作？圣灵做医治跟赦免饶恕的工作之后，我们才能够从圣灵里面生出来。不是这个肉体，是你的灵从圣灵里生出来。所以耶稣说什么？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后面耶稣讲的，为什么告诉尼哥底母说，从肉身生的是肉身，我们的身体是肉身，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但是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开始对上帝有感觉，你能够开始对上帝有这样的渴慕渴望，你能够希望与上帝有亲近，那就是你的灵已经生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那样的渴望？每一天我可想要与上帝亲近。圣灵要改变人的心，人才能够接受耶稣。如果圣灵没有改变人的心的话，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耶稣的。很多人看圣经看了很多，但是没有接受耶稣。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来参加做礼拜很久的时间，但是也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真正接受耶稣就是信耶稣的意思。当你能够信耶稣的时候，你才能将耶稣接近到你的心里面来。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一再一再的告诉这个尼哥底母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样从灵来生，你怎么样从圣灵来生。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解释一下圣灵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第8节，一起念来。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耶稣说什么？他说从圣灵生的就像这样，你看不到摸不到，但是你确实感受到了。旧约圣经里面灵这个字，它的原来的希伯来文叫做 ruach，ruach 意思就是气或是风的意思。所以风我们看不见，现在各位如果你有吹到冷气的话，你看不见，你摸不到，但是你感受得到那个风在什么地方。所以这里说什么？他说看不见摸不到，听见风的响声，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圣灵的工作让你没有办法去马上能够去抓得到，因为你抓不到它，你也看不见它，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已经不一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生命当中，你有经历过那个叫做你感觉已经不一样了，你的生命不一样了，你跟你过去的想法不一样了，你不再是靠自己的行为，你感觉到是神在帮助你，是上帝在帮助你，不是你自己，而是上帝来带领你，让你能够对上帝是有感的。好，所以各位，其实重生这件事情叫做地上的事。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说重生好像这个虽然是要进天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是其实重生是地上的事情。我们来看1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12节，一起念来。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好，所以耶稣告诉这个尼哥底母说，我跟你们说重生是地上的，地上你就要重生了。
那天上的事是什么呢？天上的事当然就是后面会提到的部分啊，后面会看到的。耶稣会告诉他，如果天上的事告诉你，你怎么样去能够相信？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4节以后，就是耶稣所讲的天上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14节，好，我们来念一下14节，请念来。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好，所以耶稣来，他有一个目的的。耶稣来，他要做一件事情，是耶稣来，他要使人能够得到拯救，得到赦免，这是上帝对人的心意。所以后面你会看到，上帝差他的儿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很多人对上帝的误解就是上帝好像是一个严格的父亲上帝好像是一个很凶悍的这个教官上帝好像是一个很凶的这个动不动就会生气的。但是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并不是这样。上帝透过耶稣来向我们释放一个善意，就是即使我们很糟糕很差，但是我们一样可以领受这样的恩典，因为恩典不是你的赚取，不是你去拿来的，不是你去这个赚来的，而是白白的给予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耶稣也这样被举起来。旷野的举蛇让以色列人可以得救，他们当时被火蛇咬住，以至于他们生病了。所以摩西拿起这个杖的时候，上面挂了一个铜蛇，当人仰望这个铜蛇的时候，他就得救了。耶稣也是这样，当人仰望他的时候，他就能够得救了，这个人就能够得救了。因为不是我们自己，是要依靠上帝的，不是我的成就，不是我成就的救恩，是上帝的。所以各位，如果你看不懂圣经，你不晓得圣经里面写什么的时候，有一把钥匙要送给大家，那把钥匙就是耶稣。如果你把耶稣放进圣经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好像是一个钥匙，打开你所有看不到的东西，或是打开你无法理解的。因为耶稣就是要告诉你，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要告诉你，耶稣就是上帝的恩典的显现跟临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耶稣这把钥匙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心里面，帮你打开那些奥秘的事情？所以16节我们常常在背圣经的时候会背约翰福音3章16节，很多人说它是福音中的福音但是要告诉大家，它是福音中的福音没有错，但是它更重要的事情是要告诉你，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作为在我们的身上，上帝做些什么事情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领受到。我们来看1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16节，一起念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一个基督徒姐妹，她生了重病，她即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她心里面有很多的担心。还好她的主治医师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在治疗的当中，她就跟她的医师讲说，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如果万一我的生命结束了，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这个医师他跟上帝祷告说，主啊，给我智慧，知道怎么安慰这个姐妹。后来这个医生他就跟这个姐妹问说，姐妹，你读过约翰福音3章16节吗？这个姐妹说，当然，我从小就已经念过这一节圣经。那这一节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你背得很好，你背得非常好，是正确的，没有错。但是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地方你误解了呢？会不会上帝是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可能、大概、也许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你背的经文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是
可能、也许、大概呢？各位，刚刚耶稣讲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对不对 ？Truly, truly, Amen, Amen， 很实在的告诉你，永生，信的人有永生，不是可能，不是也许，不是大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应许是让我们什么？在恩典的里面，你不是在罪的里面。所以当你在恩典的时候，当你在恩典里面的时候，你要确信上帝透过恩典已经抓住你了。重生的人受顺服上帝的意愿跟支配，他们的心意定义于圣洁，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当你被圣灵来重生的时候，你就乐意被恩典来管理，被圣灵来管理，你就不会在罪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你不活在罪里面，那么你就要活在恩典的里面，你要活在上帝恩典的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最后的 ending， 他说什么？1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7节，一起念来。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要定你的罪，耶稣不是要来让你知道说好像你有罪而已，耶稣是要让我们能够知道，当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罪都得到赦免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因为耶稣而得救了。不是没有方法可以救的，你有方法可以救，耶稣就是你得救的方法。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住在你的里面，让你可以重生改变，你可以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所以重生是上帝的工作，而我们只要信靠跟顺服就好了。接受上帝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所以上帝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功德，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去赚取的，是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上帝恩典的当中，我们是活在上帝恩典的里面。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在上帝恩典的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愿主帮助我们，重生就是新的开始。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重生是持续的，那个状态是持续的。我们在新生命的里面，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持续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重生是为着能够看见并且进入上帝的国。所以请记得刚刚讲的这2个字啊，不是只有看见，看见而且进入上帝的国。我们活着的使命就是为天国做准备的。当然很多人以为说这个天国好像是我们离开世界之后才会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先澄清一件事情，是上帝的同在就是天国。重生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上帝的恩典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好，所以基督徒虽然我们是有血肉的，但是我们不是按血肉，我们是活在地上，但是是天上的国民。因为我们具有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具有这个身份。我记得好像以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部电影啊，我是很喜欢看电影的。各位知道有一个这个演员叫做哈里逊福特哈，他演过一部电影叫做《空军1号》，知道吗？有听过吗？好，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回去看一下，也许可能可以搜寻得到啊。好。各位知道美国的总统坐的那架专机叫什么？空军1号，对不对？好，那个电影里面就是演说这个有歹徒就是进到空军1号做很多的破坏，甚至这个要挟这个美国总统要听他的啊。但是后来当然这个美国总统很英勇啊，把这些的歹徒都给解决掉了。但是解决掉歹徒，同时也把飞机也解决掉了，知道吗？好，那架飞机就快要坠机了。那空军就只好怎么赶快派飞机去营救总统啊！好，所以这个他们派了一架运输机去营救这个总统。好，那当要坠机的那一刻，总统获救了，
上到那一架运输机上面的时候，你知道那一架运输机后来就改名了。那一架飞机改什么名字知道吗？空军1号。为什么？因为总统在飞机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天国哪里呢？不是在天国有一个好像地方，或是好像有一个区域叫天国，不是的。在哪里？上帝的同在就是天国。上帝如果没有与你同在，那个黄金城、碧玉街也不是天国。上帝与你同在，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国。第二个，我们来看重生是上帝国的福音，改变人的心。所以福音不是上天堂的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上帝同在的福音。上帝同在改变人的心。所以你被称为义，被称为上帝的孩子，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是因为你做好事、行善事、做功德，不是，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恩典是白白的，不是你去买来的，不是你去得着的，不是你自己去赚取来的。我曾经在群组上面跟大家写一个这个在过年的时候的一个这个经验跟记录了啊。在过年的当中，我去洗那个我的袜子啊，因为师母交代说这个袜子不要跟衣服一起洗啊，所以我就把这个臭袜子拎着，就去这个自助洗衣店去洗袜子。好，那洗的当中，其实我心里面看到那个叫做静电纸啊，这个要烘干的时候，有人会放那个静电纸，会让这个味道会比较香嘛。好，可是呢，你知道我又是一个很节省的人，我心里面又想说，我不想花这个钱去买这个静电纸啊。好，所以后来就只是挂在心里面，然后就把这个臭袜子洗完之后就拿去要烘干了。结果呢，就在要烘的时候，我旁边就有一个妈妈，年轻妈妈就来跟我讲说：“哎，这个大叔，年轻妈妈嘛，记得我刚刚讲年轻妈妈啊，这个大叔啊，我刚刚投了币啊，去这个买了这个静电纸，多买了2包啊，可不可以送给你？”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了解一件事情，你知道那个你去自助洗衣店里面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它不是只有静电纸啊，它还有什么洗衣粉啊，它还可能有什么消毒水啊，对不对？它没有多买2瓶消毒水，它没有多买2包洗衣粉，他说我多买了静电纸。那这个是什么？我刚刚心里面才想的啊，上帝啊，你未免太直接了吧？啊，我心里面在想那个静电纸，你就让人家把静电纸买来给我。所以恩典是什么？不是我去买的，是上帝直接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知道那个免费的是多大的恩典，要不然你就要自己去买啊，对不对？好，但是你看免费，而且是双倍哦，啊，双倍的。所以你只是心里面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上帝已经给你成就了。你要相信上帝会做事的。所以虽然我们是白白的得来，但是这个是上帝的作为，上帝感动了别人去做这个事情，让你可以得到这个东西。上帝也同样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是上帝的作为。第三个，重生是上帝恩典彰显在人的身上，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基督教的本质，它就是一个恩典，而不是我们去赚取来的。我们是靠恩典得救，也是靠恩典成圣，靠恩典得着荣耀，不是靠我们自己去赚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白白领受上帝的恩典。当你领受耶稣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恩典领受在你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救恩是为所有人预备的，相信的人都可以得着。我们当中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以前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如果你还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志的话，要记得这个救恩也是为你而预备的，不是只有为已经信的人预备，还没有信的人早就上帝已经预备，所有的人都能够得着这样的恩典。所以最后要跟大家来勉励的就是，福音不是我们配得，不是我们应该得到，而是上帝早就爱我们，接纳我们。如果不是上帝爱我们，接纳我们，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说，如果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话，各位现在站在面前的这个人，他是不能够来服侍上帝的，因为我身高才163。
然后我身上有这个刀伤，因为我有手术过，我身上有手术过，我有一些的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的缺失，比如我的眼睛看不见，如果眼镜拔下来，我眼睛看不见啊，或者是这个近的看不到，远的也看不到啊，那牙齿还缺了2颗。其实事实上我都不能够服侍上帝的。如果按照上帝的标准的话，有瑕疵的物是不能够来服侍上帝的。所以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站在上帝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即使我们不完美不完全，我们仍然是被接纳被爱的。因为上帝带领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极其重要，我们是被爱被上帝所爱的，被接纳的。我们要活在上帝恩典的里面，让我们在上帝的爱里进入上帝的国中，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领受你极大的恩典跟祝福，使我们这个不配的罪人可以来领受。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白白得到这恩典，也能够白白的给予，让许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可以因我们得着帮助。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陈牧师为我们阐述神话语中的启示与真理。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举行圣餐礼，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唱圣餐诗歌《新灵粮诗选》第300首的第1节。主身体为我舍，主血为我流，因为爱主自己为我舍命，今生我这病，主亲自这杯，我只喝这冰杯，与主合一。弟兄姐妹，请坐。耶稣曾经在圣殿里面讲过这样的2个不一样的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的祷告，一个是税吏的祷告。各位如果看圣经里面的话，这2个祷告相当的明显不一样。这个法利赛人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禁食2次，我11奉献，我都参加做礼拜，我都做好事，我都做得很好。这个税吏他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2个祷告，你觉得上帝会听哪一个呢？你觉得上帝会听哪一个？要听那个报幕的，听那个报告很多你做了些什么，上帝才爱吗？还是我们很单纯的来到上帝面前，坦然承认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开恩赦免我。我常常跟师母讲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虽然有时候我也会滑手机了啊，而且常常有时候我也很喜欢看一些剧，看一些这个短片，但是我更喜欢的时刻是在晚上的时候，直接跟上帝面对面的那个时间。很多时候那个叫做直球对决啊，我会跟上帝 argue 说我没有错，我没有错。好，但是呢，上帝很有耐心的会跟我提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不是要大家说你现在马上一定就要在众人面前来宣布自己的罪状，或者是宣布自己有什么问题，并不是，而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学习在安静的时刻当中与主亲近，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与主亲近的时刻，在上帝面前成为真实的自己，而不是一个包装很多功德、包装很多的一些好事、包装很多的这些的好品格的这个外在，而是我们真实的来面对上帝。让我们的晚上不是只有滑手机的时候，不是只有追剧的时候，是有一段安静的时候来亲近上帝，愿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预备心来进入我们的圣餐礼拜。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同来诵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苦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我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感谢我主上主是平安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因此，我们来愿使你天上及天上的贵重一同称颂，这我主荣耀圣名。常在主说：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来诵读谦恭敬主文。
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请田山的同工到台前来。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领的时候，我们会由我们的年轻人、青少年帮我们来喷上酒精，让我们来喷上之后，我们就可以比较在安全的状态当中，我们来领受这个饼杯。让我们在领受饼杯的同时，我们也纪念基督为我们受苦跟受死，我们也纪念在苦难跟困苦当中的人。求主来带领，让我们能够在上帝恩典的当中，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杯，白白的领受，我们也能够白白的给予，愿上帝的带领。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这杯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的身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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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为你们罪流，是不是？耶稣的宝血为你们罪流，保守你生命。耶稣的宝血为你们罪流，保守你生命。耶稣的宝血为你们罪流，保守你生命。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请我们就依序到台前来领受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在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我们无论是我们吃喝，都为了荣耀上帝，让我们能够就近到主的面前来。恭敬到主的面前，寻求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当你用饼沾了杯之后，我们就立刻来享用。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时刻，让我们与主能够来直球的对决，能够来直球的来跟主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从上帝那里来白白赦罪的恩典。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白白的领受这个恩典。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享受这个赦罪的恩。这
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正式的基督徒，没有关系，我们仍然坐在位置上，我们已经信了，虽然还没有受洗，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用右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把我们的右手放在心上，我们在位置上，我们在灵里面来领受耶稣的圣体与宝血。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这特别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重生的恩典。这个重生的恩典使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国，并且进入神的国里。让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不但看见，而且也真实的进入，是一个确实跟真实的确据。让我们在神的爱中领受这个恩典，看见上帝的国，并且进入上帝的国。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你信了，你就用手放在你的心上，让你的心里面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念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清和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圣餐礼到这里。让我们以诗歌来回应上主的爱。我们唱心灵粮诗选300首与主合一的第2节，会众请起立。相随我那一世，血香烛火，我与这空复活，胜过黑暗之时，我主耶稣自己。
们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或您还不清楚奉献的意义，请保留你的金钱，让奉献袋从你面前经过就可以了。请丝线同工到前面来。万物都是从主而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的事工及宣扬福音，使之用的合宜，使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教会，荣耀你的圣尊名。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起立，我们唱《向主献成歌》。请问今天有第一次来荣光堂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吗？徐雅金传道人在吗？请起立，让我们大家他不是新朋友，他是30年前我们荣光堂所聘的传道。那个相信德强他们对他应该是最认识了哈，他们的辅导。那我们欢迎你从宜兰来。那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
现在由司会来报告教会消息。本周应该说下周3月8号，就是3月的第2个星期日，我们崇拜后要召开3月份的执事会，请各部门的执事留步参加。那从2月18号开始，除了每周主日以外，一直到4月5号复活节主日，有40天，称为大斋期。牧师将预备于大斋期期间呢，每个礼拜3中午11点开始，要带领禁食祷告，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身体状况许可的话，能够到教会来参与每周1餐的禁食和祷告。为了募集社会关怀经费以及配合大斋期当中的简约禁食，总会的社关委员会推动了少一道菜多一份爱的活动，在大斋期的40天当中，透过禁食节省的餐费，或者是节约1道菜的钱，可以奉献为总会社关方面的仁爱捐款。欢迎弟兄姐妹参与活动，配合教会大斋期，一直到4月的第2周，就是4月12号为止。你如果要为这个奉献的话，你要注明是为总会社关活动奉献。那么讲到总会的奉献消息，我们先来看第11项，总会的建堂消息。请弟兄姐妹同心为总会的宣教大楼所需要的建造款项来祷告，也求主赐下充沛的资源，能够合其使用，并且让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持续为总会的宣教事工持续来奉献。你若为这项奉献的话呢，你要注明为总会建堂的奉献。那我们现在报告第5点，115年的上学期，教会成人主日学将于3月15号开课，欢迎弟兄姐妹参考课程简介，填写报名表来交到办公室。期待新的一年以研读圣经、活出真道为目标，让我们透过学习圣经来活出新生命。现在我们请成人主日学的校长赵少文老师来做一个总体的报告。弟兄姐妹平安又到了时间，就是我们成组要开始的时间了。那我稍微先讲一下，时间是在3月15号开始第一次的，就是下个星期过了之后的接下来的1个星期，那我们很高兴这一次的话，我们有4堂课，第1堂课是提摩太前后书，第2堂是以西结书，另外第3堂是腓立比书以及哥罗西书，还有第4堂是约翰福音。那我就小伟简单的把这4堂课的重点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希望是说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从中间选1堂课来读。实际上最近呢，我发现刚好经历了一个事情，很特别，就是说大家不知道熟不熟悉就是说有人有一个名称叫大师兄其实是问卦的功夫，而且他们这种状况很严重，就是所有的像一些大的建商要经过他们讲出来是可以开工就可以开工，今年不能开工就不开工。你看他们的这种就是说大家信任的程度这么样子重。那刚好我碰到这个人，他问我说这个神不神奇那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一点都不神奇说因为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其实耶稣他本身也是一样，他说预言，他赶鬼，他治病然后呢很多的我们讲灵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是一个我们也是有圣灵，那他们可能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跟灵界有一点连关，但是呢我们要去判断就是说这样子的灵是适合的吗？是对你有好处的吗？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灵是有神的属性，也就是它是
慈爱怜悯、公平正义。但是这些灵呢，有的时候它是为了私利，它为了目的。所以说，像接触这种灵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对你没有益处的。那我稍微就把我的信仰稍微跟他就是分享了一下，觉得但是他后来知道我的背景之后，他就不再说什么。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段话？成熟的教育可以让我们对圣经的话语更了解，对真理更明确。所以这几堂课，其实很多的部分呢，都是我们可以借着这样子的一些真理的教导，对我们遇到一些世上很多的一些，不管是复杂的言论也好，或者是信仰上面的部分，让我们能够打好根基，可以面对这一切。好，我先讲一下提摩太前后书。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写的一封书信哈。那在提摩太前书的部分呢，其实保罗特别的劝勉提摩太，他要让他在神的家中能够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也抵挡异端还有各种错误的教导。就像刚才我举的例子一样，有一些错误的教导，我们可以透过学习去了解它。然后呢，要过什么敬虔的生活特别他也教导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子来成立长老执事还有各种不同的圣徒。那这里面我也是特别的呼吁了我们的年轻人多参加重组的教育。为什么？因为当你年少的时候，你有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其实对你一生的道路是非常的有好处的。那另外提摩太后书也特别提到了，保罗是在殉道前的最后的一个举笔书了那他怎么样要鼓励让提摩太做这个基督的精兵，要打美好的仗然后也提醒不要以福音为耻要有这种传道的一个责任这些都是在这个提摩太前后书里面做了非常多的教导。特别他也劝勉，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危险或者恶行就是有很多的这些部分呢，我们都可能遇到。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着这个真理，我们去度过，面对它。好，那第二卷书是以西结书我先讲一下，提摩太前后书是教老师是赵林弟兄还有如今姐妹，然后以西结书是由我跟我的姐妹慧玲来教这堂课。那这以西结书呢，实际上它是圣经中的大先知书之一也是第三就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充满了意象还有象征性的行动的一个卷书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本书里面它是记载着先知以西结在巴比伦在囚禁的时期的预言他这个预言就是讲到了以色列在极端的苦难当中呢，也是依靠神的掌权的尊荣。所以它包括了几个层面，一个是他预言对以色列的审判这是透过四活物的战车展现神是不受地域的限制的那百姓呢，他们百姓因着拜偶像结果得到的是耶路撒冷的毁灭。那第二段呢，就是对列国的预言那这里面就提到了旁边的国家或者推落埃及这些。那第三点就是谈到了复兴盼望。那这个其实我们知道预言等在后面它会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盼望。所以说借着什么枯骨复活的这个意象实际上他就把以色列的灵性让他们重新回来也最终是以新的圣殿中神的荣耀作为回归那这卷书其实也给我们一些
教导，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书，让我们学习神的荣耀还有主权，学习一个作为一个谦卑顺服的一个神的国度。好，那我们再看第3课是腓立比书还有哥罗西书啊，这教老师是周雄老师还有怀疑弟兄。那这卷书呢，实际上是让这2卷书它既富生命力还有实践性，它是很实际的啊。然后也是在保罗在监狱期间呢，他在监狱里面他写的，然后做一些教导。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啊，然后他这个教会非常支持福音工作，也是保罗接受经济资助的一个教会唯一的一个教会。那保罗在这里除了表达感谢之外呢，他劝勉信徒要在苦难中仍然喜乐，这对我们非常重要。苦难中仍然要喜乐，在分歧中追求同心，这是教会常常缺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地方。然后呢，要以谦卑来表达感谢啊。那这个部分呢，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让我们能够从这里面呢活出一个成熟的信仰生活。哥罗西书啊，哥罗西教会啊，它其实当时哥罗西也是面临了很多的错误的教导，信仰也是非常的混杂啊。那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强调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基督是至高无上的地位啊。从哥罗西书里面，让我们重新回到基督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不是都是次要啊。指出基督是完全其实重组的救主啊。所以说我们不需要用一些其他的理论呢也好，其他的这些补充的东西，其实都不需要的。所以这本书就让帮助教会在混乱的这个环境当中扎根在真理当中，真理里面啊，这也是教导我们这部分的。所以这2卷书呢，会让我们可以学习在压力中怎么样子仍然持守喜乐，还有在多元价值的这种环境当中仍然站稳把守持守真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去了解。好，第4卷书是约翰福音的导读啊，这是因为上一季呢也有教导老导师就是林基博老师，还有迪华姐妹啊。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4福音中的最后一卷啊，也是就是强调了神的本质啊。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约翰他是一个跟在耶稣旁边的一位使徒，他非常了解耶稣，他补充了前3卷书当中的一些没有提到的事情。然后呢，这一卷书也是最后写出来的，所以在西元85年到90年间那他强调的就是耶稣是上帝永恒之道，好成为人在我们当中那让我们透过这本书呢，更加的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我简单的介绍这些，然后下边呢是报名请大家在这1-2个星期大家可以选择哪一卷书对你是有需要的，是比较有帮助的。那这个部分呢，请大家有个选择。然后呢，我们希望是说每一位都可以参加多在真理上学习，就能在真理里面扎根。好，我的介绍到这里，谢谢。你们饿了吗？我们不能怪校长用了15分钟，那要怪的话怪我们这几班老师。你们的简介一点也不简单，你们写太多了，所以我
们的校长很重视的把你们的简介跟我们大家报名了，希望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从3月15号，就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的崇拜结束后呢，就继续到各班的教室去上课，能够更加的认识主。如果你不认识主的话，你没有办法爱他，你也没有办法跟从他。好，那请弟兄姐妹不要忽视我们成人的宗教教育。那以下呢，我简单的说，就是每个礼拜五晚上呢，卫理神学院的推广教育课程已经要开始了啊。那是由周淑清老师来授课。那请为来这个班级上课的弟兄姐妹来祷告。那南教区呢，将于3月14号在本堂召开，请弟兄姐妹能够关心南教区的事工，并且为各教会福音事工发展来关心祷告。红本门徒也是在3月14号早上的9点半开课，由潘慧珍传道来授课。报名上课的学员，请到办公室完成书籍缴费及领书。那3月16号是我们制服艺人学院的开始上课的日期，请为老师预备上课以及各项活动的顺利来带导。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在星期四的时候参加实体的查经祷告会，每个星期四晚上的7点半开始，为教会各项的事工来关心带导。那请牧师补充的。牧师这边补充一下这个是办公室要报告的，就是我们有收到一个爱心的奉献是从这个高雄银行汇进来的。那但是上面没有写名字，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位爱心的弟兄或姐妹的话请赶快跟我们的办公室联系让我们办公室比较好作业。那请记得你的如果是从高雄银行汇进来的汇款请赶快跟我们的办公室联系。以上谢谢。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共存，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来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赏赐我们各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也能够成为祝福人的人。让我们领受这个重生的恩典，让我们生命改变，得到帮助，让我们也能够使人因我们得祝福得帮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弟兄姐妹请坐。请在订阅中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来代祷。在病痛中以及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你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